係佛像，以為佛牌佛像就一定肯定有能量，未必噶咯，有啲嘢，可能呢張嘢你可以帶入當心安理得咯，但係有冇後果我唔敢保證咯，因為就試咗俾你睇啦。開光加持，原因講白就係招咩入氣嘅啫。咁啊招入氣唔係隨便便咁樣呼下咁練下就搞掂嘅咯。如果咁樣嘅，好多人都計得起咯，你明唔明解？所以我哋咧開光，我哋揾個開日啦。比如今日嘅日子嘛，有個開日嘛，因為今日有成日啊，有除日啊，有破日啊，有咩日噶嘛，咁我哋揾個開日。咁今日可以請啲咩嘢嚟嘅？比較財神啊咩，一定我知道，有個嗰啲日曆裏邊有寫，今日有財神有咩神喺度嘅話，用呢個本身嘅人嘅修為同埋你嘅品性，你招啲咩嘢入起呢個產品裏邊，俾個佩戴者，佢又得到佢嘅效果。嘢係好出邊咧係印好咗嘅，係好簡單嘅啫，邊個都印得到嘅。但係有冇效咧？就係你招咩入氣咯。所以有啲係求其咁樣做咗啦，係唔係咧？你唔知道。咁你知道我佩戴咗，我感覺我有咩幫助？我有咩改變？所以我哋一般上做咧就開光之前，緊好個日子，或者加持大悲咒，先淨化佢先。咁樣有啲加持幾耐咧，就講個人嘅功夫咯。神像係一樣，因為凡係有一啲偶像嘅，就有嘢會附喺裏邊嘅。就係乃至一張紙都係一樣，佢有嘢可以附喺裏邊嘅。所以我開光加持咧，就等係招咩入氣啫。一粒天珠又好，佛牌又好，符印又好，咩好，我唔理你係咩啦。市面上呢啲開光產品太多咗嘅，係俾你一個知識，唔可以太沉迷噶，唔可以太沉迷。有冇開光啊？有冇開持啊？個個都可以講噶。所以有啲點解點朱砂咧？在嗰啲產品經過加持，再點個朱砂嘅效果超過呢個本身能量好多倍，你明唔明？所以朱砂佢唔係一般上隨便攞個毛筆啊咁點一點咁點就算數，佢點嗰個係好重要啊！一點咧就佢嘅力度超過呢個比較，呢個本嚟係100倍，可能超過1000倍咯。所以點咗落去就邊個嘅力度更加強咯。對呢個佩戴者嚟講，效果更加理想。但係有啲嘢附帶講啊俾你聽，有啲嘢能力係好強喎，但佩戴者自己本身受唔住，你知唔知？受唔住咧，你又冇辦法長期戴啦。意思講佢一下力量太強，響你身上產生個後果，你知唔知啊？你頂唔順啊，所以你就戴下停下，戴下停下咯，慢慢適應。有戴2-3日，除低，多幾日由你戴翻你，又除低，因為佢慢慢調啊，佢將你嘅唔好嘅嘢慢慢逼出嚟啊，明唔明？所以有啲係自己本身磁場都唔好啦，你忽然間佩戴啲嘢咧，一下逼入去咗，你啲唔好嘅全部出晒嚟咗，唔好出晒你就會感應到，哇，點解戴咗呢啲，哇咁大反應嘅，哇呢個又出問題，呢個出問題，嗰個出問題，明唔明？其實嗰唔好嘅出晒啦，好嘅跟住入嚟啦，產生啦，其實對你有幫助。所以有啲人戴咗好似驚，你知啊？哇，唔知戴咗咩咁得人驚嘅。以前戴嗰啲冇事噶，好平靜噶，又冇上又冇落啊。而家一戴咗，哇，反應咁大嘅。所以俾你知道，所以有啲嘢越強，你有個人受唔住啊。你咧就係唞下咁咯，戴幾日唞下，戴幾日唞下，慢慢。有啲係你頂得起，你咪捱咯。捱起幾個禮拜過咗，你嗰啲唔好嘅、衰嘅，全部出就一次搞掂你。跟住你嘅正面嚟咯，正面嘅能量嚟咯，佢一路幫你咯。所以我哋有啲大紅毛黑金啊，黑金啊，嗰個毛黑色啊，個力度好強。有啲人頂唔順啊，我哋建議有啲人戴下除下，戴下除下。係俾你知道戴乜嘢唔重要，你要清楚。開光加持嘅用意係咩意思？你明嘅喎？呢啲就係前面講嗰個問題，一定要清楚。佩戴者嘅心態係好重要喎。
如果你佩戴咗你唔肯行正道咧，就算最正面嘅能量都幫唔到你哦。你戴呢啲係本嚟係幫你行正道嘅，唔係鼓勵你行邪道嘅嗬。冇你話泰國請一張符翻嚟啊，帶咗我話刀槍不入啊，咩事都可以咁做啊！你唔好以為嗰個師傅話係俾你可以咁樣啊，佢絕對冇可能㗎。呢度符都係講一句問題啦，凡係愛幫助一個人嘅能量嘅嗬，幫助你嘅運天提升，絕對冇鼓勵你去賭嘅。凡係愛呢個嘢佩戴咗可以去賭嘅嚇，逢賭逢贏嘅嗰啲肯定係偏嘅。凡係正面嘅咧，係鼓勵你行正道嘅方法，係擁有你嘅財富嘅，唔係講你用咗個嘢就可以去賭啊，逢賭必贏啊咁樣啊。因為天下間絕對冇靠得帶啲嘢係賭發達嘅。如果係嘅嘢咁犀利可以賭發達嘅咧，係今日唔使賣咁多俾你咯，一個幾廿蚊咁辛苦賣做乜啫？不係澳門咯、雲頂咯、新加坡咯。咁多賭場輪流起咯，個賭場咪冧曬咯，個個咁樣起，係咪咁嘅意思？可以帶咗我嘅嘢去入賭場，逢賭必贏嘅，啱唔啱？咁呢啲賭場點解越嚟越大間？個個都係5、6星級咁大，所以行正道好重要。你佩戴係幫，其實助你，幫你嘅運程更加順利，唔係鼓勵你去行嘅。心態好重要，唔好話我請咗呢隻話可以逢賭必贏咁樣嘅方式。所以有啲市面上啊，好多奇奇怪怪嘅法術嘅嘢咧，唔係冇，係存在嘅。符章嘅係有效，但係講加持嘅開光嗰個過程，其實招啲乜嘢入氣，咁你自己愛清楚咯。但係嗰啲係冇講俾你聽嘅咯，呢啲係秘密嘅咯。記住哦，當有人同你愛攞啲衣服啊、頭髮啊或者指甲嘅時候咧，你自然咧要有所防備咯。記住哦，如果別人送俾你嘅平安符啊，或者啊請你幫忙啊，木雞蛋殼，或者同你要啲零錢啊，一齊去買啲嘢啊去供佛啊，又或者啊佢係請你幫忙啊，念啲特別嘅經文啊，幾多片啊，咁呢一個時候咧，千萬咧要小心咯，因為好可能咧係對方啊養咗小鬼啊，養鬼仔啊，要你提供雞蛋啊、零錢係供品啊。然後咧，在你不知情嘅情況之下，攞去俾小鬼食，嗰啲鬼仔食啊！咁樣一嚟咧，你就係鬼仔嘅契媽契爸啦，你認咗人哋啦。意思講，你拎咗鬼仔翻屋企啊，你唔知道。唔好以為一張符或者咩一個供品咁樣，其實對方要求我呢啲咁樣嘅嘢啊，你又提供俾佢啊，其實係講供佛，其實唔係咯，其實攞去供鬼仔，就話你上契啊，你而家同邊個上契？嗰啲鬼仔啊！咁你就係佢嘅阿爸阿媽噶咯，佢就跟你噶咯，一跟你咧你就不得了噶咯。所以有啲人以為帶啲翻嚟，其實你請鬼仔，你知唔知？佢唔講係你帶鬼仔啊！泰國好多係俾你知道咯。接住對方啊，可以請嗰啲鬼仔啊，有事冇事咧就去揾你咯，要嘢食咯。如果你聽話嘅就冇事咯，如果唔聽話嘅你就會病咯，或者行衰運咯。而不知情嘅你咧，仲以為我有拜有保佑咯，但係其實咧你係引狼入舍。咁啊處理嘅方法好簡單，就將呢啲啊掉咗去垃圾桶就好咯。如果遇上嗰啲法術啊、小鬼嗰啲鬼仔作亂啊，你只有停佢2、3日啊，或者1個禮拜，嗰啲嗱喳嘅嘢餓咗咧，自然就去離開，翻去揾佢書法者個法師啦。佢就唔會傳你，因為冇得食嘛，冇人拜咗啊。所以有啲嘢供奉咗啲鬼仔啊，養咗鬼仔喺屋企咧。唔拜仔一樣啊，又唔送出去哦，佢咪喺你屋企搞你咯。有時啊，聽到有小朋友叫啲卡啊、開燈啊、整你呢啲整嗰啲咯。因為你又唔愛拜佢，又唔愛供佢喎，唔愛供佢又唔送佢走喎，咪喺你屋企嘈咯。所以你哋冇處理嘅方法，其實呢啲好簡單嘅，你將我掟落垃圾桶就冇事啦。就係一個小朋友咁嘈嘛，嘈幾日冇得嘈咯，咁咪走咯。佢咪去揾嗰個當時你邊度請嘅，咪揾翻嗰個法師啦。你唔使帶翻去嘅，佢自己會翻嘅。因為佢係鬼仔嚟嘅，佢係嗰啲人哋輸入氣嗰啲啊，招入去嗰啲啱死咗嗰啲啊，叫魂魄。因為佢哋有一種法術係可以控制嗰啲啱死咗嗰啲靈啊，俾人墮胎嗰啲啊，明唔明？佢咪招入去咯。所以泰國啊請呢啲好方便嘅。咁你哋唔知道咧，以為你真係
又拜我保佑咯，惹埋呢啲咁嘅嘢。總之你請客攞你嘅乜嘢係供品啊，供呢啲啊，你就小心咯。佢唔講俾你聽，你唔知道，你可能以為講你真係請到正面嘅翻嚟。所以有啲人咧通過咩靠個鬼仔嚟幫佢嚟治財啊，得到財啊，都好多人都請嘅。四周圍都有人。呢啲係已經變好普通化咗。所以真正嘅請呢啲嘅啦，以前嗰啲係早期㗎啦嚇。我唔知而家咧大部分好艱難揾到證㗎啦。大部分而家你所見啦，都有嗰啲油啊，一個公仔啊，其實用個木頭挑刻成嘅。經過師傅咧唸個咒落去啊，請個鬼仔落去嘅，咁你攞去戴咯。正式嘅以前咧係攞啲人哋墮胎咗嘅個胎啊，曬乾咗啊，製成粉啊，明冇嚟俾你戴嘅。咁嗰啲咧有啲係攞供血嘅，就係食血嘅，食血咧就講其實食你嘅血咯，咁佢幫你咯。所以一段時間咧，你得到錢嘅係冇錯，生意啊、財啊、財運啊都好好嘅。第一個時間冇咗咧，佢就嚟噶啦。咁有啲人靠帶住去賭錢咯，所以有啲人為咗想求財咧，乜嘢方式都出得。如果你遇上呢啲，你只有點處理？你繼續供奉，你就好好招待人哋咯。如果你唔想咗，你請走佢咯。因為呢啲可大可細嘅問題咯。冇到時自己行衰運時啊，呢啲唔甘願啊，騷擾嘅搗亂你嘅時候咧，就講到個靈啊，去干擾你嘅財運啊，出問題咯，令到你嘅運氣啊一路往下跌啦，都係有可能性啊。所以改運咧就係改變心態先咯。所以想改運咧，就先試住咧改自己嘅心態，心態改變啦，命運就跟住改變啦。記住所以講我哋身上咧，每一個人有氣同埋光，所以我哋生而為人咧就係會有一股氣咯，就可以講氣勢啊，氣就氣勢、氣血或者磁場、能量等等啊。所以有啲有信仰咧，就稱為之光。如果保持身體狀態良好啊，自然嘅氣咧就能夠順暢啦，運勢咧就走得更加好咯。所以人啊，愛提升嘅氣咋，氣勢啊，氣勢就代表你嘅信心啊。一個有信心有氣勢，做咩都唔會擔心啊，考慮一大堆嘢，提心吊膽啊，所以你成功率咧就比較高。一個人冇氣勢嘅時候咧，做咩啊都驚頭驚尾啊，冇信心啊，你嘅運程點樣好啫？氣好重要嘅一個人，咁你嘅氣就講我哋嘅氣場啊係邊一種嘅，自己就知道。而且人身與心咧係互相交換嘅影響，比如一個長期病嘅人嘅身上咧就有病氣咯。正直嘅人嘅身上又有正氣咯，當然啊，心術不正嘅人嘅身上就有一股咧令人哋討厭嘅氣咯。所以呢一種嘅感覺就稱作一個人嘅味道啊，表現出此人帶俾人哋嘅感覺咧，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心得。一個人令到你好討厭嗰種氣啊，你好唔中意接近氣啊，你好嬲氣，你知啊？你唔知咩，又唔係嗰個人生到點樣，總之你唔中意揾嘅係啱噶，嗰啲氣啊，你知唔知啊？有一種係你好中意接近佢嘅，你咪講人緣好咯。氣到邊度，人哋都中意親近你噶，咁你嘅氣場好咯。如果你感覺最近嘅運氣唔好，氣到邊度人哋都閃你喎，證明呢個味道人哋好難嘅咯。所以講長期同個病人喺一齊嘅人，你多多少少都會俾病人哋嘅病氣感染到咯。但如果你同一個行衰運嘅人咯，明有嘅氣場啊，長期喺一齊耐咗，你一樣都俾佢感染嘅咯。除非你嘅氣場好強。佢拉你唔落嗱，揀一個好簡單，一個人中意飲酒嘅人咯，係咪黐埋嘅都係同樣嘅咁嘅味道嘅人呢？一個人中意打牌賭麻雀嘅都係黐埋都同類嘅咯，嗰啲氣啊個味道啊，我哋個臭味相投啊，就係咁咯。所以呢啲叫做氣場咯，明白？嗱，一個係正直嘅，或者你行好運嘅，你氣場係咪唔同？所以你做咩嘢，做生意好，做事業好。即唔同，所以呢個味道啊，就係睇自己點樣收啦，就同你嘅心態啊好重要啦。所以一個光同埋氣咧係兩者互相交換嘅，所以你會感覺你身邊嘅人嘅有時感覺呢個氣場，你係唔中意氣，明解冇？所以講一個人嘅氣就係代表你嘅運氣咯。所以你自己本身嘅氣場係點樣，你自己調整咯。所以你又通過咩方式嚟調整你自己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噶啦，心即係意念咯，所以正面嘅思想與負面嘅思想就係你嘅心啊。光咧又可以稱為咗你嘅覺察、睿智、敏銳啊、反應速度。
就好似講你嘅智慧啊，你反應你光嘅速度好快嘅氣反應，咁你就知道。所以為要讓你嘅氣咧能夠順暢，除咗維持身體嘅健康之外咧，仲要有正面嘅思想，正能夠讓我哋嘅運氣咧運勢更加好咯。靈光咧係每一種生物都有嘅靈光，天上有高嘅靈就係佛、菩薩、神等等咯嘅靈光，係光明之強嘅光。鬼嘅靈光咧係暗晦嘅唔清嘅，人嘅靈光咧係處在兩者之間。大家知道每一個人都有光，所以佛菩薩嘅係高層次嘅靈光，就我哋嘅佛光普照嗰啲噶，係可以幫到你提升嘅。鬼類嘅靈光咧，佢係暗嘅，灰灰暗暗嘅，佢嘅光度係唔清晰嘅，就好似你見到嗰啲霧水個煙燒嘅咧，唔係嗰啲光嚟嘅，佢同樣光，但係有嗰啲層次差別唔同嘅。咁人咧嘅靈光是好是壞，明冇？所以佢在兩者之間，一時好光明，一時暗暗咁樣，就係講你嘅運氣嘅問題咯。所以呢個就同你嘅光有問題啊。所以我行衰運嘅時候咧，你嘅人嘅身上光暗晦嘅時候嗰啲靈咧就會同你扯埋一齊啦，或者會附帶你嘅身上啦，或者跟埋你啦，明冇？就係去不斷係干擾住你嘅運程健康事業種種等等啦，明冇？或者係不斷會影你咧，係碰到啲咁樣唔好嘅人陷害你嘅人小人嗰啲暗算緊你嘅人，你不斷呢度光就會扯住你帶住如果你係人嘅運氣係高尚嘅時候，同佛菩薩嘅靈光接觸嘅時候明冇？你不斷遇到貴人咯，做咩都順利咯，睇咩都反應速度比較快咯，敏銳性機會嚟咗即刻馬上揸住咯，捉緊你俾我把握住所以一個人靈光暗晦嘅時候明明有機會有錢俾你都唔識執嘅，明冇？好過人有啲運程好嘅時候，佢嘅光性高嘅時候睇一樣嘢靈感即刻嚟見到一個 number 即刻等佢排隊咯，今日黑就開咯，就係咁簡單嘅道理明冇？佢就我哋明明都就一種嘢引導你好嘅同壞嘅係平等嘅，明冇？係講我哋自己本身你知道？所以一個人平常一定不斷提升自己咯，就係咁嘅意思所以當一個人嘅靈光強過鬼嘅時候咧，一般嘅陰靈係不能夠靠近佢嘅。但係一般嘅陰靈嘅光強過自己嘅時候咧，自己就變容易睇見咗呢啲陰靈啦，甚至咧受其騷擾啦。所以呢個就有咩？係你行緊衰運嘅時候，正見到鬼。所以有啲係你收得好，你嘅光強過佢嘅時候，你見到佢唔係行衰運，佢唔敢黐埋你嘅，佢避你嘅，你知所以我哋話人嘅身上有三道光嘛，三把火膊頭呢兩邊所以同埋你嘅呢度你講你嘅眉心呢度三把，所以講有時呢度三把光就一定有光咯。咁你睇唔到啫，但係佢哋睇到你嘅。所以你嘅靈光強嘅時候，你就算一下意外撞到佢佢揼低唔係你揼低嘅，佢受傷嘅，因為你嘅陽氣一下侵佢嘅陰氣佢受唔住佢冧咯，佢會痛好一段時間嘅。如果你嘅靈光係暗嘅，佢衝冇事，你有事咯，你要震下咁樣，翻去就感覺唔舒服啦，就開始病啦。呢啲就俾呢啲嘢侵犯你啦，撞到你明唔明？我哋叫佢撞到鬼撞到呢個好噶，震下嘅啫。未撞到之前一陣風吹嚟，哇！成個雞皮全部起晒嘅，你就知道咩係叫陰風嚟啦，係陰風係屬於陰靈之嚟啦。唔係坐喺冷氣發動嗰啲嘅，係你起嗰啲地方有啲煞氣好重曾經旺死㗎，或者嗰啲墳場或者係嗰啲曾經戰爭大屠殺㗎嗰啲唔好嘅磁場或者係嗰啲亡靈嗰啲你起到感覺陰陰沉沉嗰啲就係有嗰啲氣啦。如果自己嘅光唔夠強你又警醒下自己。所以你佩戴呢啲嘢咧就係加強你嘅意思咯。所以人就想揾呢啲嘢佩戴驚自己幾時好幾時唔好所以你就揾個口罩頭先我揾張符嚟戴咯，整個咩佛牌嚟戴咯，就係咁嘅意思啦。市面上點解會搞到咁多呢啲有嘢？因為自己人係一半一半嘛，又冇修為又冇提升自己所以你就借透過呢啲咯，市面就變成多咗有咗呢啲咁嘅嘢嚟供應，你唔貴得人哋噶。
除非你自己本身靈光都不定好高啊，好似我乜都冇帶，佢見到我氣都仲係閃我，就係你自己本身咯，好重要噶嘛。我都講，所以你唔使驚呢啲嘢會騷擾你嘅，明冇？自己一定提升咗自己，你個運勢好咗，嗰啲係高嘅同你接觸嘅，唔係低嗰種同你接觸嘅。所以靈有分兩種，高靈同埋低靈。所以你清楚你哋所擁有嘅係乜嘢？當持誦經文或者持佛菩薩名號或者持咒嘅時候，天上高靈們咧，佢哋一邊會賜靈光俾你自己。當你自己嘅靈光加強咗之後咧，便唔會再有睇見呢啲陰靈或者撞邪啦。所以有時讀佛經讀正面嘅係好嘅，係幫助你嘅，念嗰啲咒係對你係有好處嘅。所以你同邊個接觸，你一定係知道咯。所以貧窮咧，咩原因叫貧窮？貧窮唔係一種恥辱，更唔係一種罪惡，但係確實咧係有好多檢討與反省嘅空間。所以每個人都想要有富有，即使冇有家財萬貫至少咧又唔需要每日為咗錢去煩惱。但係目前嘅社會上咧，貧富咧不均嘅情況咧，仲係普遍嘅存在咯。貧窮不但係會讓自己與家人覺得好辛苦仲會咧衍生出咧一啲咧社會上嘅問題咯。所以冇錢咧好辛苦嘅。所以今生嘅貧窮咧，可能咧係一啲咧原因咧所造成嘅。如果係可以透過咧前世嘅因果、負面嘅心理去處理嘅，了解原因進而加以改善咧，正能夠咧遠離貧窮。所以呢啲自己揾出啲咩原因先咯。一，前世行為偏差嘅報應咯。如果你嘅前世發生咗缺錢財侵佔他人嘅財物欠錢唔還等呢啲財務上嘅偏差行為咧，而根據因果嘅循環嘅法則咧，此世需要承受自己此嘅報應。順便反省改進自己呢個方面嘅缺點。這也係絕大多數嘅人咧今生貧窮嘅主要嘅原因。記住呢個可能你係檢討呢個方法係咪我曾經做過咁樣咁嘅事情，佔有咗人哋嘅財神，而家咧就令到我貧窮。檢討下自己。第二陰靈咧，外力嘅因咧而干擾，就係冤親或者陰靈有意無意嘅阻礙而干擾讓你冇辦法進財或者不斷嘅破財。所以呢啲咧就可能我哋曾經傷害過人哋，今日俾呢啲冤親債主或者外力不斷干擾我哋咧，都係有其中之一嘅。我今日俾你嘅係俾你參考，係邊一個部分自己慢慢細心嘅了解下。第三，今生嘅行為偏差嘅承受並唔係今生會貧窮嘅原因，都係同前世咧因果有關係。有啲係因為咧此世係一啲不適當嘅行為習慣所造成嘅。咁呢啲行為咧嘅習慣咧理所當然嘅會造成目前嘅貧窮嘅狀況，以浪費奢侈懶惰賭博不活實際嘅等等意思，我浪費食物所以有啲人咧係點樣係今生造成嘅？有錢嘅時候咧就花天酒地搞啲唔聽使嘅嘢咯。咁你到運程唔好福報出冇啦，咁損晒啦，咁就運程唔好就貴啦。有啲係你自己行為好運時候就冇好好珍惜咯。人行衰運時候就一味係想揾啲方法咯。所以有時見到好多人有錢嘅時候玩二奶啦浪費錢唔做啲好事啦，做啲唔聽使嘅嘢，到時運程衰嘅時候，人咧有起起落落你好嘅時你唔把握，你唔好嘅時你就到處揾咯。所以今日你就你揾阿師傅你係咪可以幫我由你咯？幫咗一次啦，等好咗就唔記得你咯，下次由你咯。係呢啲人嘅，所以你幫咗幾多次啦嘛？周不時有咁樣嘅事情嘅。第四咧，靈界特定嘅目的嘅考驗，所以有啲人咧需要從事咧以更大額嘅金錢有關嘅工作咧，或者慈善事業上天咧會先使佢經歷過呢個貧窮嘅磨練知道珍惜金錢嘅可貴咧，並且考驗嘅青年嘅行為，所以呢啲人可能係翻身嘅機會因為佢俾佢知道冇錢嘅感覺係咩，咁第日佢自己係開始開發嘅慈善事業佢對錢佢就唔會貪婪啦。佢唔會佔有啦，係知道拎嘅錢財點去幫人哋做慈善嘅，呢啲可能係磨練考驗佢愛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嘅。佢冇經歷過冇錢嘅嗰啲姿態，佢就唔知道係幫人哋嗰啲心態明冇？所以慈善嘅佢曾經經歷過呢啲咁樣嘅經驗自己親身咁去幫人哋㗎，其實好發心人哋捐你幾多，佢唔會佔有
一般上，如果冇經歷過呢啲咁嘅錢財嘅痛苦嘅經歷啊，人俾幾多錢財啊，佢會點？會自己入咗袋嘅咯。所以呢啲可能咧就係講一個考驗，係啊，我俾佢哋面對咗金錢嘅可貴，咁佢就會珍惜金錢，攞嘅人哋捐嘅每一分錢咧，係幫助社會上需要幫助嘅人啦。所以呢啲可能都係而家佢冇錢嘅原因，第二日咧佢就會專做嗰啲慈善嘅工作噶啦。哦，呢啲就可能啊。好，脫離貧窮啊，又係目前咧處在貧窮嘅狀態咧，則必須要設法脫離貧窮。不過咧咁做咧，難道你哋要讓自己與家人一世都生活在貧窮之中啊？所以每個人都有脫離貧窮嘅能力啊！脫離貧窮啊，除了要決心毅力之外咧，應該仲要用對方法。脫離貧窮有4種方法，記住哦。一、自我能量提升，力行改過、行善、守法、忍辱、謙讓、勤學等啊，可以改造命運嘅行為，提升咗自我嘅能力，改善生命嘅磁場啊！如此咧，自然咧就會吸引財富嘅靠近，或者係最長遠嘅方法，就話先改過咗自己以往嘅行為先。所以講你愛改過行為，然後咧佢行善，同人和睦相處啊，遵守法律啦，忍辱謙虛啲咯，禮讓人哋啊，或者勤力去好學咯。呢啲係同你積福嘅問題。簡單咗，每日祝福人哋，感恩社會，感恩身邊嘅所有嘅人。將你嘅善心不斷啦散播出去，咁呢個福報咧自然咧就會靠近你啦，等於財富不斷向你埋堆啦，咁你嘅運程自然就改變啦，你就可以脫離咗貧窮嘅原因啦。所以你又用對方法咯，呢個其中之一。第二，勤力嘅努力嘅奮鬥，在工作上認真嘅努力，為人咧誠懇實在，建立良好嘅人際關係，或者會因此咧要獲得好好嘅機會啊！呢啲係最實際嘅方法。所以你愛點樣去勤力努力啊、奮鬥啊？首先你愛去改好咗自己先咯，將自己嘅建立良好嘅關係同人際關係啊建立好咗，人哋會對你越嚟越好感，人哋冇俾機會你咯。所以你嘅貧窮啊就會脫離啦。呢個其中之一。第三啊，錯誤嘅習慣嘅改進啦。貧窮者往往咧都係會有一啲啦錯誤嘅行為嘅習慣，就好似浪費啊、懶惰啊、好高騖遠啊、貪取財物啊、太過大方等等啊，又係能夠將呢啲行為咧做個改進啊，將有助於啊貧窮嘅脫離啊，即係最必要嘅方法就講唔好太過大方咯。有時啊，唔應該使嘅就唔好去使啦嚇，即係浪費咗錢啊，又冇為咗好面子啊，收入唔夠啊，同你買跑車翻嚟玩啊，咁你死噶啦，唔係咩？收入唔夠同你買跑車翻嚟玩，你咪同你或者貪冧你嘅錢財物啦，用貪心嘅方法，咁樣你嘢點樣係你點樣脫離貧窮？呢啲係能令你墮落貧窮嘅，你知啊？所以你又改過咗啲錯誤嘅，以前有咁樣奢侈嘅，而家改過嚟咯。你呢啲唔好嘅浪費嘅習慣，你又改過嚟，咁你好多係貧窮，因為係我哋自己浪費咗啊，唔識珍惜啊，唔好善用佢，你知唔知道？第四啊，請